你有溜过迪拜练无？我会晓啊。我有捌伫电视顶悬看人穿迄迪拜练哦，啊搁举一支迄棍啊，安尼拱迄球呢，棍仔球呢。我有听过棍仔球，但是我无耍过。你敢有想要去耍？我想要耍呢，你就会晓溜迄迪拜练啦，无你就做我的教练啦。我阁有做一个袂晓的啊，我袂当做你的教练啦。到底是爱先学迪拜练，还是爱先学迄讲迄棍啊哈？我嘛做想要知影的呢。就想要知影棍仔球到底是要安怎学呢？任务来了！任务来，去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地，多煮五针面，手机也准备好，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找人上介高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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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阿高，你咧创啥？金少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有去报名学迪拜练溜冰哦。迪拜练，你哪会想要去学迄？最近啊，阮大人拢伫耍呢，我看因出来出去真歹呢，所以我嘛想要甲因共款啊。我有实在一个教练哦，若足够溜冰，佫会穿迪拜练讲棍仔球哦。我嘛想要学。我带你来去迄个教练，行。金少，等我啦。快点！第一个线索拍，第二个线索战术板。今仔日要找的主角就是棍仔球的教练。凯教练自细汉开始练棍仔球，参加比赛已经27档啊。教棍仔球有13档，有比级的教练证照。要做一个棍仔球教练，体力爱好，头壳嘛爱真清楚。上重要的是爱随时关心队员的状况，才会当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凯，金少，哇，真久无见面啦，你都无影啥？我咧拼扫啊，啊无你跟我做搭三工。好啊，阿高，搭三工，来，好啊，好啊。原来伫球员来练习进前，规个环境拢爱先整理，嘛爱检查球场内底敢有沙啊、营野等等会骨的物件。拍球安全上重要。问题是，我是要带阿高来学棍仔球的呢。凯，阿高今年7岁，伊敢会当学？当然嘛会使，话囡仔幼稚园、中班、大班就开始学啊呢。耶！我要学。但是阿高，拍棍仔球爱先会晓溜冰呢，你敢会晓？我才刚开始学尔呢，还袂晓。啊无你就对球队一边做经理，一边学溜冰。耶！我是经理。经理是要创啥哈？经理就是做伙照顾队员，订食的、订饮的，还佮准备一寡资料报名比赛。这我会晓。安尼我咧？啊无紧少，你要做伙助教，做伙训练囡仔。袂歹哦。啊，毋过，安尼会差遮济啊？嘿，咧。阿高朴树朴，大家好，我是朴树阿高。棍仔球是一种团体运动，听讲伊伫个古希腊时代就有啊，是用球锤讲球来进行的哦。伊甲踢骹球同款，是2队落场比赛，每一队拢有一个球员，爱负责守球门，其他4个球员伫球场内底进攻甲防守。因为棍仔球是一项强调平衡、协调甲爆发力的运动，所以咧正式练习进前，一定爱做暖身甲体能训练。这个动作看起来敢若真简单，实际做起来真正无简单。怎么那么快？真正我介绍一下阮棍仔球的用的装备。我知，你即摆手提这是球锤，就是嘛毋对棍仔。啊，毋过大人甲囡仔用的棍仔，敢有啥无共？当然无共啊！你看我的身高甲伊的身高无差同款遮济着，所以阮2个棍仔的长度
一定是无共的。嘿，另外，伊嘛有分正手搁倒手。阮的方向无共。对对安尼我搁知啊。伊即摆穿的就是保护身躯的护具。嘛毋对，你看阮滚仔球，看起来敢真危险，但是对头到骹，伊的护具拢是真齐全的。有一件代志我一直足好恨的咧，是讲这滚仔球讲的应该是球啊，那是一块扁扁啊，那扁共款的。迪拜练滚仔球其实伊是对冰球衍生出来的运动，所以不管是规则还是装备，包含球，其实甲冰球拢是大同小异的。因为滚仔球是强度足悬的运动，除了球场需要注意安全，球员伫比赛过程嘛拢需要专程穿护具，避免发生危险。啊，搞你动作爱较头前的哦，啊，你骹爱举较悬小看。对，嘿，安尼敢有问题？好，教练无问题。哦，无问题啊，我现在无用哦。好，教练，我会好好练习。拄则讲啊，重心莫放伫咧头前。头拄仔佫讲是爱伸出倒骹，还是正骹哈？教练，大家集合，要练习啦！教练，咱即摆要练习啥？对基本功开始练控球，我无穿迄迪拜咧，我敢会使？袂要紧，咱先试看卖啊。好啊，骹开，脚开开。对，咱球放伫你的两支骹中，我两个脚两支骹中，对，拉出你的叉菜共款，倒平正平，倒平正倒平，平正平，对，倒平正平，倒平正平，对，倒平正平，对。控球的时阵，你的球锤爱小可顶平。伫的球锤，对，爱小可塞。啊，你弄会晓？会啊，我我建议做，你看卖啊，开始。哪紧啊？哪紧啊？我把酒拢要飞去啊！好，我知影你足厉害啊！哦，有一个互我歹看咧，咱走，啊，袂一秒就换一遍，这爱练习开往较紧。唔对，啊，若练好这要安怎？传球是安怎传？就是进前，然后一样一边溜一边控球。哦，安尼哟。对。哦，安尼我知，我对伊后壁好啊。好，再小做。较慢嘞。站姐。等一下。没打到。一边控球一边杀，对，甲踢脚球同款。哦，教练，我感觉用走就忝的咧。看起来袂歹咧，要穿迪拜练试看爱无？哇，我了着一点点美感，我来试看卖，我去换下啊。好，来喽，华丽登场，旋转，越来越低，然后停住，嘿，哈，掌声鼓励。教练，我画下请好啊。好，甲大家做伙传球，开始。哦哟，差一点吗？好可怕！差不多啊，安尼算有抓到啊！啊，哔哔！做到感觉大家练了真好，袂歹，比我较好。即摆有一个机会，甲教练比赛，你内底上上紧，谁想？威哥。两位选手准备好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啊！威哥，哎呀，威哥，加个力量！啊！实在凯的教练已经真侪年啊，我知影伊自细汉开始练球就足认真的。伊知影基本功的训练对一个球员有偌重要。
看大家的基础功夫拢练甲遮尔好，就知影遮尔侪年来，对于家己到训练球员这份坚持一定唔捌改变。你安尼会忝无哈？袂吼，安尼甲你抓练到遐大力咧无哈？哦，我是阿高经理哦，你若有啥物问题吼，拢会使找我，你知无？来啊，阿高经理，哎呦，我这么就生的呢，赶过来我家，搞啊，你啊。袂用得啦，金椒，你是助教呢，毋是队员。人教练讲经理，佫会使甲队员服务哦。哈，那你差遮多啦。咱遮要练习的是传球射门，我会示范一解。传球射门是咱比赛当中上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得分的环节，啊，佮有大家平手的时阵，嘛是会 PK， 甲守门员安尼像安尼1打1 PK。金蕉第一个，球走球啊啦！啊！搁一遍。哇！有劲呢！我哪像掠着淡薄仔美角安尼。唔对，因为你练习的抓球左右安尼，所以守门员就唔知你要对倒一边，就是比看你较紧，还是守门员较紧。啊，我找一个人来比赛。好，啊，你经济找一个，应该差不多爱同款边悬的，啊，无就找这个好啊。我看我裤内甲你有同款边悬无？嘿，行悬。安尼阮两个同款悬无？哇，安尼是足公平的。对。哦，金蕉，你真好意思呢，紧啊紧，竟然跟上细汉呢。看上先用球拍到这个角标，就算赢。好，好，开始。哦，无对。那高尔夫，对啊，唔是，袂用举起来。袂咱超过你的。那是高尔夫呀。你金架头，我那袂咱犯规。哦，来哦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！你遮敢有人一球就用拍到的？很厉害的，得分王87盒。啊！要轻上。虽然讲球射门是得分输赢的关键，不过凯教练平常时拢会给队员一个观念：输赢不是上重要的代志。1、2名没关系啊，大家都是在进步的路上。重要的是比赛时家己有尽力。对教练来讲，这才是伊要互这个囡仔会当学到的。哦，金蕉，你讲哪？我感觉袂歹啊，不过吼，咧讲球进前看到迄门有一个人徛喺遐会丢球，是讲迄球敢爱讲出去，敢会讲到人。其实袂啦，因为规身躯拢穿护具，嘿，还是要想要体验看卖啊？啊，去小门。对。我敢会有考你。金蕉阿高，做人上介高。啊，普通时伊是家己穿，还是人甲斗相共？球员爱学晓家己穿，但是一开始的时阵拢是人家斗相共。吭吭，吭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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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砰砰，吭吭。这边袂用摕啊，你袂摕。手门是一只手摕棍啊尔，手门就是一刀壁。哦，一刀壁。对，爱动球。小胖先教一下香蕉哥哥怎么跪好了。对，然后膝盖往内夹。地板球，对，地板球用脚挡。中按硬，夹掉的。对。M 字腿咧。各位，新的球门来啊，花下个吹了。好，互金蕉查你的厉害，好不好？哎呦！金蕉，我们这手套你爱向前。是安尼。对，向前，对，向前安尼接球，球安尼话。啊，伊若过来咧，你过来话，你就用这只手动。哦，你你的鼻仔一半，这边甲这边。对，这边是动，这边是接。
是恐怖的呢。手啊向前，倒手。你通把你手拍开，对，这个手摸这个条啊，哦，这个手摸这个条啊，所以你啊感觉判断伊下这边就做歪的，做歪其实你就免去动，哦，因为伊确定就是拍伫外出去啊口，对。哦，动作袂歹哦，袂歹哦，接着，这是拍破的对。我发现教练咧训练的时阵，调整大家的动作，拢是用鼓励，唔是用骂的。伊会看大家程度无同来做加强，互囡仔较袂有压力。甲教练讲的话记条条，嘛会当搁较认真训练。来，辛苦啊！进来。哦，大家留遮济汗吼，我替大家甲茶拢入好啊哦，恁进来啉。我看恁啊，训练到遮尔辛苦吼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恁呢，恁感觉教练敢会真歹哈？会啊，啊，恁敢会惊伊？会啊，他不会骂我们啊，哎，鼓励我。他会鼓励我们。咱即摆要走战术，进攻的时阵战术，跟防守的时阵战术无啥共。啊，你摕这啥？因为这战术棒就是会甲这场地，共款。所以安尼甲囡仔讲的话，伊会较清楚伊的位置，要徛倒，要走倒。教练讲，滚仔球是团体运动，甲基本功夫学了，上重要的就是爱了解战术甲走位。等教练甲大家讲煞了后，就要开始训练啊。你像因即马3个人喺练习，所以踢球的人还去观察另外2个人的位置，看较适合传落上。所以我袂甲囡仔讲一定爱传落上，伊爱家去看，家去观察，互囡仔较侪思考的练习。一摆搁一摆，一直做同款的动作，原来是为着训练球员走位的顺。因为伫比赛的时阵，战术嘛是爱靠教练安排，甲球员现场的反应才会使。要甲滚仔球抛水开，其实是爱靠队员和教练互相配合。阿高，哇！你即马开始练习溜冰啊呢？来，你表现一下我看卖啊！我，哎，金哥，你来一个。教练你叫我啊，我先去看卖啊！你加油哦，加油！有人会再来救我无？有人无？敢有人伫的？妈妈今日煮啥？煮绿豆汤，绿豆汤哦。绿豆汤给小朋友吃，这个绿豆汤叫啥名？野马绿豆汤。野马绿豆汤啦。啊，你准备这是啥？这果汁啊，我吃互伊啉的。小孩子夏天呐，你家己拍？我家己拍，我家己拍了。安尼看起来，你两个才会员工同款。系啊，我是自工啦。自工，两个自工免费的。来，这个带妈妈刷两个来啊！绿豆汤来哦。我嘛要，等我啦。较会教练会做这个运动，原因是因为你呢？你一定的时阵，我就姐姐咧溜冰吼，啊，如果我上是人溜冰的吼，啊，当我参姐姐都去，结果吼，人讲无心插柳柳成荫啦。那你对较会做这个头路有啥看法啊？伊也对家己诶工作蛮认真的，安尼就好啦。伊就家己有兴趣，伊就慢慢发展。我嘛无啥物，我就是会当就是全面支持嘛。平顺啊，顺利啊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原来父母的爱拢是同款的，不管是维护球场，也是对队员的照顾，拢是较会教练的爸爸妈妈对伊的支持，因是伊上大的靠山。敢有好食？好吃。伊咧休困，你咧创啊？我大家会
想一下啊，等下要练什物件，对，哦会，整理场地者，因讲平常时啊休困无偌久，对，连伊就去，互你叫入去。对啊，因为你来，因为我来，特别久。教练，安尼阮敢会用比赛者？当然嘛会使，较厉害的甲金姐一队，好无？好，1、2、3，加油！爷嘛，一定赢的。我赢。金球加油，金球加油！哇，乌队应该得1分啊！走去。好。金球，你较细腻的啦！传球，加速！哦。好，得分。为着累积经验，凯的教练会带大家去参加比赛，甚至阁会出国去交流。因的爸爸妈妈拢足热情的，会互相斗照顾。有时阵训练忝啊，凯的教练阁会安排亲子比赛，互大人甲囡仔做伙耍，实在有够趣味的。为什么当初你会跟凯的教练来遮学？伊开车的点偌钟，凯用甲遮呢？主要嘛是囡仔甲囡仔因会合，啊，当然都是教练伊细心教导，啊，吸引着囡仔想要去即个所对。伊甲别个教练无共款啊，伊咧教囡仔的时阵会较耐心，啊，较袂甲囡仔骂。比赛的时阵情绪会较控制啦，啊，有的教练其实伫咧比赛的时阵是情绪会走起来啦，嘿。护理内心较避暑，啊，感谢即个教练，互伊鼓励啦。互我多发挥安尼，嘿，啊，袂会足惊。教练是较鼓励性的，鼓励囡仔莫惊失败安尼。台面上是教练，还是讲私底下是朋友也好，啊，我是感觉讲会当和伊合适的项目来讲，对囡仔来讲是真足幸运的。5、4、3、2。阿高拍拍鼓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凯的教练人咧。阿高，你回头看卖啊，教练伫遐啦。教练，你拖较紧的啦，阮即马当伫直播呢。金姐，阿高，你哪伫遮走哈？无啊，我碰时就来这运动啊，这一大练才2公里啊，我拢会走2练到3练。你看伊走到大粒汗、细粒汗咧。要跟我做伙走无？教练，我甲你去关头啊。无，恁2个拢跟我做伙来走。金姐，好，起来啊！凯，无闲规工啊，你拢会忝哦。对啊，教练，我足忝的呢。当然嘛是会忝，但是练球了，该摒扫环境呢。我想到啊，拄则吼，敢若有人物件袂记你摕呢，我过去顺看卖哈。阿高，你。原来为着球员好的练习环境，凯的教练搁爱做逐工上尾摒扫，实在是真辛苦。大家囡仔个性啊，佮伊的能力无共，然后去甲伊的价值发挥到上大。有的囡仔你加鼓励伊，有的囡仔就是爱加甲伊鞭策一寡，尽量就是拢会甲因鼓励，因为真正就是因咧抹灰啊，还是讲较离谱的行为，我就会较受，对，我会较受气。滚仔球啊，对你来讲是有啥物意义？比赛就拄着赢，有影输，有影顺利，有影无顺利。比如你的人生啊，你会拄着真侪困难，那你伫这困难当中，你要去面对，然后去化解。这期间敢有啥物代志，互你较欢喜的？欢喜就是阮这几档，因为囡仔嘛真认真，所以我有摕到2、3个全国的冠军。哇！啊，你捌因为这个运动拍甲哭过？细汉的时阵，但是我毋是比赛输哭，我是因为我妈妈无互我去练球的时阵哭。实习凯已经10多年啊，伊对球员做甲教练、甲球场的头家，一直拢咧为滚仔球拍拼。因为做过球员，搁较了解伫咧球场顶悬跋倒的艰苦，
用鼓励甲陪伴去教学生，伫拍球的时阵爱安怎合作，甲坚持落去。凯的爸爸妈妈予伊上大的支持，学生的家长嘛足认同伊的理念。咱要予囡仔学到的，毋是啥人上强，是伫咧运动的时阵做伙大汉，做伙勇敢。有这款的教练真正幸福。我甲金蕉有找一项最适合你的物件，要送予你哦。拜拜。第一名的教练，哦，足侪人的心意写在这，做一个互咱队员摕世界冠军的教练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